已故 Apple 教主 Steve Jobs 曾經講過，如果你要我揾一間我值得欣賞設計又完美嘅公司，我只有一個答案，就係 Sony。點解 Sony 嘅產品咁厲害，連一代教主都欣賞？今日呢，我會帶大家去一次時光旅行啊，由1960年代去到1980年代，去揾4件 Sony 最具代表性嘅產品。不過呢4件產品唔係件件都成功，反而係有失敗嘅故事，令 Sony 交咗好昂貴嘅學費。大家好，我係阿貓，我係貓貓研究所嘅主持人。貓係充滿智慧又有靈性嘅動物，我會好似貓貓一樣，充滿好奇心，捐窿捐罅去揾一啲經典又精彩嘅商業故事，同埋令你有所得益嘅個人成長心得。如果你對呢啲內容都有興趣，就記得訂閱貓貓研究所啦。想象一下，1960年代嘅某個下晝，你好興奮咁買咗一部當時最高科技嘅彩色電視機返屋企，你將部電視機放喺客廳最顯眼嘅位置，打開開關，但係熒幕上嘅彩色卻灰蒙蒙咁，最慘演員嘅面色好似面無血色咁，好淡色。呢個時候你失望到極，點解會咁嘅？呢個現象就係當時嘅日常。60年代咧，彩色電視市場幾乎俾美國 RCA 公司壟斷晒。佢哋使用嘅陰影遮罩技術雖然可以顯示彩色，但係亮度。Sony 嘅創辦人井森大覺得要好似喺洞穴裏面咁嘅環境睇電視實在太荒謬，佢決定要發展新技術打破呢個荒謬。60年代彩色電視機嘅原理係透過3支電子槍嘅複雜設計，將紅綠藍3原色投射到熒光幕。Sony 發明咗革命性嘅單槍3速管，呢個新技術嘅好處係讓能量更集中，畫面亮度即刻提升咗1倍。Sony 叫呢個新技術為 Trinitron。1968年10月，第一部搭載 Trinitron 技術嘅電視 KV1310正式上市。當呢部劃時代嘅新 model 喺電器鋪裏面同其他品牌嘅電視機並排擺放時，嗰種清晰明亮嘅畫面讓所有人都驚呆。終於我哋可以開住燈，拉開窗簾，享受鮮豔嘅彩色世界。Trinitron 前後總共賣出咗超過2.8億部，更喺1973年贏得咗美國電視界嘅最高榮譽艾美獎。呢個係歷史上第一次有消費性電子產品獲得呢個殊榮。Sony 用 Trinitron 證明咗真正嘅創新係解決人類生活中一個小小不方便，已經係好大嘅成就。跟住落嚟咧，第二件產品就仲更加重要，同當年 Steve Jobs 推出 iPhone 一樣咁震撼。故事嚟到1978年底，對古典音樂非常着迷嘅井森大有一日同佢秘書講：我跟住嘅1-2年咧，要經常搭長途飛機去美國開會，但飛機上嘅音樂實在唔啱聽。你可唔可以請工程師團隊幫我整一部可以隨時聽自己喜歡嘅音樂，又可以隨身攜帶，又唔會騷擾到旁邊乘客嘅機器呢？呢個看似老闆任性嘅要求被交到 Sony 嘅音響開發部門。工程師們揾咗一部當時俾記者用，名叫 Pressman 嘅卡式錄音機，開始做一場減法藝術創作。工程師先將錄音功能拎走，因為老闆只需要聽，唔需要錄音。佢哋亦都拆走咗揚聲器，因為老闆唔想打攪別人。同時佢哋保留咗最核心嘅立體聲電路，保持最靚嘅音質。然之後將所有零件重新排列組合，塞入一個比香煙盒大唔係好多少嘅銀色金屬外殼裏面，左減右減，第一部 Walkman 原型機就此誕生。當呢部原型機送到井森大手上時，俾佢高質嘅立體聲同小巧容易攜帶外形嘅優點深深吸引，大讚工程師們 Well done。同一時間呢，井森大將原型機交俾盛田昭夫睇，想佢俾啲意見㗎。呢位行銷天才立刻意識到呢部機唔只係一個滿足老闆個人需求嘅玩具，而係一個可以改變世界嘅發明。以前聽音樂咧，一定要透過揚聲器播放，咁意味咗你一播心愛嘅古典音樂咧，或者你個女播 Beatles 嘅強勁 rock and roll 歌曲啊，全家人就被逼一齊聽嘅。仲有當時嘅卡式錄音機好笨重又食電，帶出街係非常唔方便。而70年代嘅年輕人開始崇尚個人主義，要有自己嘅 style。盛田昭夫覺得個人卡式錄音機一定係未來，但係 Sony 公司市場部嘅人就搖晒頭，佢哋話冇錄音功能嘅錄音機邊個會買啊？
盛田超夫力排眾議，拍板決定呢部機呢，我哋一定要做啊！1979年7月1日，第一代 Walkman TPS-L2 上市，售價33,000日元。第一代 Walkman 參考咗內部建議，加入咗幾個而家睇上嚟好新奇嘅功能。第一，佢有2個耳筒插座，你可以 share 俾你朋友一齊聽。第二呢，佢有一個掣叫 Hotline， 聽緊歌嘅時候，如果身邊嘅人想同你講嘢，你一撳 Hotline 掣就可以聽到旁邊嘅聲音。呢個 Hotlink 就好似 AirPod 個 Transparency Mode 一樣。你話 Sony 嘅工程師係咪好有遠見呢？外形方面呢，佢就第一代 Walkman 特別用咗模仿牛仔褲嘅深藍色做主色，好明顯係針對年輕人市場。另外呢，就係要為新產品改翻個名㗎啦。頭先講過做比井森大嘅原型機係取材自記者錄音機 Pressman， 盛田超夫就提議改為叫 Walkman 啦，意思係一邊聽歌一邊行路嘅人好有動感嘅。不過海外分部咧就唔係好同意，解呢？佢哋話 Walkman 呢個名文法唔啱，美國分部咧就建議叫 Soundabout， 英國咧就提議叫 Stowaway， 瑞典咧就想叫 Freestyle 喎。但係盛田超夫覺得全部提議嘅名都好攰贅，又冇新意，只適合佢哋自己國家用。Sony 一定要改一個全世界嘅人容易記得又唔難發音嘅名，就好似195年將公司品牌改為 Sony 一樣。最後盛田超夫力排眾議，堅持全球統一叫 Walkman。事實證明盛田超夫係啱嘅。Walkman 呢個字咧，好快就全世界無人不識，連牛津字典都有收錄。但係第一代 Walkman 嘅推出都唔係一帆風順。1979年7月之後，第一個月只賣出3000部，令 Sony 好失望。唔通 Walkman 真係失敗嘅產品？呢個時候咧 ，Sony 嘅行銷團隊咧並冇氣餒啊！佢哋用咗全新嘅推廣方法，唔再靠傳統廣告同店面展示，直接跑到東京嘅年輕人聚集地，例如銀座啦、新宿、原宿，俾年輕人免費試聽 Walkman。每當佢哋戴上嗰副僅有45克重嘅超輕耳機，聽到清晰嘅立體聲音惡從耳邊響起時，每個人嘅臉上都露出咗驚喜嘅表情。於是乎咧，口碑就咁樣傳開咗。3個月後 ，Walkman 銷量咧升到5萬部，賣到冇晒貨。每個年輕人咧開始將 Walkman 咧當成最潮嘅時尚配件，掛喺腰間，一路行一路聽歌。完全同當初盛田超夫想象中一樣 ，Walkman 成為人手一部嘅超高人氣產品。情況就等於而家 iPhone 一樣 ，Walkman 創造咗一種全新嘅生活方式，就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私人專屬音樂空間。順帶一提咧 ，Walk 嘅文中文翻譯叫隨身聽，我覺得隨身聽已經符合 Walk 呢個意思。至於文呢部分咧，係帶有一少少個人主義啦，就好似話用 Walkman 嘅人咧係屬於同一類型嘅人嘅。中文啊，隨身聽就表達唔到呢部分出嚟。不過我個人覺得咧，隨身聽呢個譯名已經有90分以上㗎啦。直到1998年 ，Walkman 喺全球賣出超過2.5億部，係 Sony 最成功嘅產品，更加見證咗2位 Sony 創辦人嘅敏銳觸覺。最終 Walkman 成為一個時代文化嘅符號。呢部咁經典嘅 TPS-L2 而家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英國設計博物館都有收藏為20世紀最具代表性商品之一。跟住第3個故事咧就慘痛好多，但係咧佢卻係哈佛商學院至今仍在探討嘅經典商業案例。故事嘅主角咧就係 Betamax 錄影帶制式同錄影機。1975年 Sony 推出咗 Betamax 錄影機 SL6300， 佢嘅誕生源於一個非常貼心嘅想法。盛田超夫發現日本嘅上班族成日因為加班而錯過晚上黃金時段嘅電視劇，佢希望有一部機器可以錄低心愛嘅節目，等大家可以夜啲睇返都得。Betamax 嘅畫質咧非常出色啦，磁帶咧亦比對手少巧嘅。Sony 咧對自己嘅技術充滿自信，認為有最好嘅技術就自然會贏嘅。但係正係呢一種工程師嘅思維 ，Sony 犯下咗一個致命嘅錯誤。佢哋決定獨佔 Betamax 嘅規格，唔輕易授權俾其他公司。試諗下，如果全世界嘅錄影機同錄影帶市場俾 Sony 獨市佔啦，
呢一筆係天文數字嘅大生意。不過 Sony 嘅對手 JVC 又採取完全相反嘅策略啊。JVC 開放授權俾其他公司使用 VHS 制式，仲要係免費。好快，松下、日立、星寶等等嘅大公司紛紛加入 VHS 陣營。多人用咧代表乜嘢？代表 VHS 咧好快就全世界流行起嚟啦。但係最致命嘅係 Betamax 本身嘅制式限制，一卷帶咧最長只可以錄1小時節目，啱啱夠一集劇集，咁嘅長度可以保證畫面質素最高。但係其他國家，例如市場最大嘅美國，觀眾係想錄低一場2小時以上嘅職業棒球賽，冇可能錄低揾人每1小時換一餅帶，咁同冇離開屋企有乜分別？而 VHS 就可以做到，雖然畫面冇 Betamax 咁靚，但冇人會介意。絕大多數嘅人寧願要長時間多過畫質靚。喺咁嘅情況之下， Betamax 同 VHS 嘅戰爭結局幾乎毫無懸念。到咗1984年，支持 VHS 嘅廠商多達40家，而支持 Betamax 只有可憐嘅12家。錄影帶出租店裏邊 ，VHS 嘅影片佔滿整個店內。Betamax 就被編喺在一個小小嘅陰暗角落。1988年 ，Sony 不得不放下身段，宣布自己都開始生產 VHS 錄影機。嗰一刻咧，正式標誌住 Betamax 嘅徹底失敗啦。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一個殘酷嘅真理：喺市場上最好嘅技術唔一定會係最後嘅贏家。有時候合作、開放以及真正理解消費者需求，比技術本身更重要。Sony 呢個錯誤呢，就係因為公司嘅工程師文化深深咁刻入咗 Sony 嘅靈魂裏邊，覺得有第一流嘅技術就一定會贏嘅。好奇怪，經過今次 Betamax 昂貴嘅教訓，你以為 Sony 會學聰明咗？錯啦！喺好多年後，無論係 MD Mini Disc、Memory Stick，Sony 又再想自己定下制式，要其他廠商跟，結果都係失敗收場啦。Betamax 嘅失敗令到 Sony 付出咗幾十億日元嘅慘痛代價。Sony 檢討教訓之後咧，有一個全新嘅諗法，與其被動地依賴別人嘅內容，即係電視劇或者電影，控制住錄影帶嘅長度，不如讓每個人都成為內容創造者。內容創作者即係你同我哋可以自己決定拍幾長同點拍法。錄影帶時間唔夠長唔緊要，最緊要係畫面質素同方便攜帶。呢個諗法催生咗下一個傳奇 Handycam。喺1980年代初， Sony 認為自拍影片嘅時機差唔多嚟到啦。以前去旅行拍片會用一種叫做8米厘嘅攝錄機，佢係用一卷卷嘅小型電影菲林拍攝，影完仲要攞去沖晒，要觀看就要用一部投影機投射影片去銀幕，仲要熄晒燈先睇到，就好似60年代嘅彩色電視機一樣咁麻煩。如果有一部呢細部可以單手拎得起，用小型錄影帶可以喺屋企部電視播放嘅攝錄機，真係諗起都方便啦！唔好忘記，小型輕量方便就係 Sony 嘅設計靈魂，絕對係 Sony 嘅拿手好戲。要實現呢個夢想嘅關鍵係一種叫做 CCD 嘅半導體感光元件。當時嘅 Sony 社長岩間和夫對 CCD 技術有住近乎宗教般嘅狂熱，佢認為咧 CCD 就係未來咧，喺佢嘅堅持下咧 Sony 成功地將 CCD 商業化咧。呢粒小小嘅 CCD 取代咗傳統攝影機入邊巨大又耗電又脆弱嘅真空攝像管。有咗 CCD， 攝錄機變細變輕就成為可能啦。但係 Sony 今次學乖咗，未推出產品前，喺1984年主動邀請全球127家公司共同制定8毫米 video 呢個統一規格。今次 Sony 唔再係被排擠嘅孤獨精，而係一個聯盟嘅領導者。1985年第一部8毫米攝錄機 CCD V8 上市，重量只有 1.97 公斤。佢雖然仲未算非常 handy， 但已經比當時托膊頭嘅專業攝錄機輕好多。真正引爆市場嘅係同年稍遲推出嘅 CCD M8， 佢被正式命名為 Handycam， 重量只有1公斤，連女士都可以輕鬆單手操作。Handycam 嘅出現啦，徹底改變咗家庭活動嘅方式。生日派對、BB 第一次行路、畢業典禮、家庭旅行，所有嘅珍貴回憶
第一次清晰生動地記錄落嚟。每個家庭都擁有咗一個專屬嘅影片保護。Handycam 嘅成功咧，係對 Betamax 失敗最完美嘅回應。佢證明咗創辦人井森大嘅名言：失敗係創新嘅一部分。每個失敗都教識我哋一啲嘢，我哋要從失敗中學習。今集我阿貓將4件 Sony 最經典、最重要嘅產品話晒俾你知，從 Trinitron 嘅突破創新到 Walkman 嘅創造潮流，又從 Betamax 嘅悲劇到 Handycam 嘅重生啊！Sony 呢4個產品嘅故事，每一個都改變人類生活模式，所以連蘋果教主 Steve Jobs 都深深佩服 Sony。喺結尾前咧，我想再講少少關於 Sony 咧同喬布斯嘅故事嘅。當喬布斯喺1985年被 Apple 董事會趕咗出嚟嘅時候，盛田昭夫咧曾經有邀請喬布斯加入 Sony， 佢想喬布斯帶領一個開發個人電腦嘅團隊，但係喬布斯婉拒咗，佢回答話：我仍然係想做老闆嘅，因為咁先可以完全自由做我想做嘅事啊！天馬行空地想，如果喬布斯真係加入咗 Sony， 嗰部好科幻、好似頭盔咁嘅透明iMac 電腦會唔會提早10年誕生呢？後來喬布斯喺2001年嘅 iPod 嘅發佈會上面，亦都引用 Walkman 向盛田昭夫致敬，表揚佢對隨身音樂設備嘅貢獻。可見得咧，佢哋兩位真係惺惺相惜，互相欣賞。好多謝你嘅收聽。下一集貓貓研究所會繼續捐窿捐罅去揾另一間公司同大家研究。賣個關子先，呢間公司同 Sony 有好密切嘅關係。好啦，我哋下集見，拜拜。